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的主日礼拜能够相聚在一起。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现在已经正式进入2023年下半年，已经7月了。现在的外面太阳很大，天气很热，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能够藏身在神的圣殿里面吹冷气，是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还是跟旁边的人鼓励一下，说心静自然凉，好不好？心静自然凉。好，那我们该如何做到心静呢？很简单，就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向他祷告。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静下自己的心，来数算上帝他所赐的恩典，来聆听他对我们的呼召，可以领受他给予我们的意象和异梦。最后，我们知道，能够成为神那个神所用的器皿，是他最大的荣耀。我们这边来问一下大家，你愿意成为神的器皿吗？愿意。好像不够热烈哦，我们再来一次。你们愿意成为神的器皿吗？我愿意。很好，我们再宣告一次。你们愿意成为神的器皿吗？愿意。好的，我们就怀着这一份心意和心志，来一同开口向上帝，为我们的天父来献上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造物主，你创造了天地万物，你赋予了我们生命，你使我们成为了贵重的器皿。愿我们能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美好的计划和旨意。求你赐予我们谦卑的心，好让我们放下自己的骄傲和私欲，使你满满的恩典和慈爱流露出来。求你赋予我们智慧，好让我们可以分辨善良和邪恶，并在言语和行为当中展现出你的品性，成为你照亮世界的光。求你给予我们勇气、毅力和坚固的信心，好让我们可以面对所有的挑战和试炼，在逆境当中坚持不懈，成为你真实的见证。愿圣灵光照我们，你那无穷的爱和恩典将填满我们的软弱心灵，好让我们有同理心和宽容心，来彰显你无尽的慈悲。如此一来，我们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分，甚至是每一秒，都成为你那大爱和奇迹的见证，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你的面前，得着救恩的福音。感谢你对我们的呼召和重用，求你保守我们前进的脚步，走在你的旨意和引导之中。愿我们成为你手上的器皿，哈利路亚！彰显你的荣耀和大能。我们感谢主，我们感谢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回应上帝的呼召，向他献上敬拜。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像是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像是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我成为你心机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去自
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有。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分。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新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现在我想要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们站立起来，让我们来将手高举，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呼召，领受他是有智慧和能力，一同彰显他神性的器皿，在他身上做光做盐。哈利路亚！让我们持续的敬拜主，感谢主，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哈利路亚！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出来，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以星星的眼睛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哈利路亚！我们都是神的器皿，我们都要成为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好好为主来传福音，好好来得救在这世上的灵魂。这个时候，我们邀请所有弟兄姐妹，为我们早上的敬拜献上祷告，愿神透过早上的敬拜来更新我们，来激励我们，让我们都可以成为神最合用的一个器皿，一个精兵。我们特别为早上的敬拜，我们的郑牧师来祷告。早上我们的郑牧师在这段分享神的话语，求神重用郑牧师的口，帮助我们，炼净我们，更新我们。开口为早上的敬拜，我们开口来祷告。哦，亲爱的父神，我们这个时候为早上敬拜献上祷告。哦，神啊，大大的使用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的生命，让我们在早上的敬拜当中与主你面对面。哦，愿神的灵降临在这个地方。主，我们欢迎您降临到我们的地方。哈利路亚！是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早上敬拜当中，我们看见神荣耀的呼召。哈利路亚！是主，主啊，你帮助这牧师早上所传的一切，他都有神满满的恩膏。哈利路亚！是的，是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是感谢赞美你。现在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设立宝座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这个地方。你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我们单单的敬拜你，因为你坐着王到永远，因为你是王，永远之君王，是我们敬拜我们的君王。哈利路亚！我们唱这首诗歌：耶稣，你坐王到永远。耶稣，你坐王到永远，你最善良，你最荣美，你是明亮的晨曦。耶稣，满有荣耀，满有能力，我要举起手赞美你，我要敬拜
我们赞美的神，哈利路亚！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力量。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耶稣基督，我的救主。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一切的恩赐，皆是你所赐，平安爱喜乐，永流入江河。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一切的恩赐，皆是你所赐，平安爱喜乐，永流入江河。耶稣基督我救主，胜过这世上万物。祝福的泉源在我心，永流直到永远。我们欢迎耶稣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耶稣，你正在这个地方，我们欢迎你。耶稣正在这里，耶稣正在这里。哦，是的，主。他宝血为你而流，洁净你心。他大能话语医治你的身体，他圣灵释放你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耶稣正在这里，耶稣正在这里，耶稣正在这里。那宝血为你而流，洁净你心。他大能话语医治你的身体，他圣灵释放你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耶稣正在这里，耶稣正在这里。那宝血为你而流，洁净你心。他大能话语医治你的生命，他圣灵释放你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你的宝血，你
你宝血为我而流，洁净我心。你话语医治我的生命，你生命释放我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你宝血为我而流，洁净我心。你大能话语医治我的生命，你生命释放我的自由生命。耶稣正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眼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荣耀国度充满在这里，大能同在充满在这里，尊贵荣耀充满在这里，圣洁荣光充满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荣耀同在充满在这里。让我们谦卑寻求你，在你眼中与你相遇。在这里，在这里，恩典能力充满在这里。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让我们的敬拜不停息，将当得的荣耀全都归于你。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荣耀能力充满在这里，因为你本来恩典就充满全地，但是在这里是因为我们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在这里我们同心聚集，尊主为大，让荣耀在这边你的能力显现。主啊，每一位你的子民恭敬在你面前，不要看见神的恩典何等的大，何等的神奇美好。主啊，这是属于你的，你圣的场所，我每一位子民都要全心敬拜。愿这样敬拜荣耀都归给你，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每一位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同心敬拜，让恩典满满，也让你圣灵的话语透过今天郑牧师来分享给每一位。我们要学习主耶稣
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来同心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恭受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约伯记13章1到2节，还有17节到18节。好，我们一起来用华语来念一次。这一切我亲眼见过，我也亲听过，且都明白。你们知道的，我也知道。我没有不及你们的地方。现在请听我要说的话，安静地听我申诉。我已准备好要提出抗辩，因为我知道我会被宣判无罪。好，接下来我们请子然小组来献诗。献诗完，我们请郑牧师来证道。他分享的题目是为何苦难会存在。有时候我
起拍手，感谢主，赞美主，谢谢指南小组哈。当黑夜没有尽头，这是一个人生的课题。刚好今天我们的客座讲员郑宪仁牧师要为我们分享的主题就是为何苦难会存在。当邀请郑牧师分享进节之前呢，牧师做一个报告哈。第一个是介绍郑牧师。郑牧师呢算是我的前辈了哈。他已经退休了，不过他身体强壮到处去，可以到各地去继续服侍所以他现在很自由可以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教会南北都可以去这是退休牧师的特权很高兴他这一次来到我们富强教会代表教会公报教会这个文字事工来请安那郑牧师他大部分的生涯时间都是在北部牧会但是我们都很早就认识了，只是说不在同中会所以的这个同工的时间比较不多。不过我知道郑牧师呢，他早期都曾经来到高雄来到高雄的小港教会差派来小港教会当传道，后来都在我们的北部了像基隆的中正教会，还有台北的士东教会民权教会。那这一次他特别来到我们富强，因为他跟我们的魏鹏长老很熟悉，因为魏鹏长老年轻的时候他现在也不老了但是当菜鸟医生的时候他在台北马偕医院工作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郑牧师他们的教会一起服侍受到很多的栽培跟照顾那郑牧师他的家族哇，就是一个牧师术世家。他们的故乡是台中大甲你听到大甲有什么大甲芋头大甲草帽那个草帽他们家族就是从大甲出生的啦不过他们大都在北部发展。他爸爸那一代跟郑牧师这一代，他们有8个牧师出了8个牧师，都是教会界真的是响叮当的人物，他们对教会真的贡献很大，感谢主那今天呢，是为什么会请郑牧师来呢？是因为叫做文字传道主日那我们听说文字传道，当然就是一种透过媒体嘛，文字传福音像我们发福音单张就是文字传道。不过如果你听到说原来就是教会公报，那就比较清楚了因为在我们台南嘛在青年路那边，那教会公报是台湾第一份报纸那个时候是用白话字用罗马字拼音的，那甚至是非常具有价值，特别是对台湾的文化历史很有贡献那因为我们总会是整个把文字事工都包含在内，不过我们本会的弟兄姐妹对于教会公报是比较熟悉，所以我们会讲说是教会公报主日也好或是公报社的主日这样子那我们呢平常每个礼拜来，你都会看到我们有一个更新，有没有更新，它也是教会公报所出版的，每一个礼拜送到我们这边有很美好的这个见证属灵的粮食那包括我们在读那个新眼光读经每一季有一本现在我们这一季的7、8、9月的已经来了已经被索取快一半了剩下没多少本，我们这些都是公报社所出版。那我们特别开放这个主日，借由郑牧师的勉励分享介绍唤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来关心这个文字事工而且都跟我们平常日常的灵修生活非常有关系好，我们再一次拍手欢迎郑牧师来用主的话语来勉励我们，来，谢谢。大家平安。退休以后，刚好有机会，刚才我们的夏牧师在介绍，我2015年年底退休，2016年开始，
无业游民，非常好嘞。做牧师，我们说牧师的不能讲职业了，牧师的生意啊，就是 7-11 全年无休。我问你，有没有说会有晚上打电话来，牧师下班了？不可能啊！所以一定要关心，一定要牧会。2016年开始退休以后，刚好有机会。刚才夏牧师讲说，我现在是全国跑透透了哈。大家会公惯是常常要换做北京语怪怪，真的跑透透了。我在全台湾里面，差不多，假如我不是自己在夸口，假如你临时给我讲，特别是2-3年前都是有疫情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些台北的退休牧师，礼拜五、礼拜六会接到电话，是不是啊？这个礼拜天，拜托，赶快，明天下午1点以前，把题目、圣经节什么全部寄给我。我们干什么？因为牧师确诊。还记得没？那一段时间，牧师确诊，找不到人，找这些退休的最好，因为这些退休牧师来代打，不是打全垒打就是接杀。所以这种退休牧师常常要准备好。我刚才讲说，我比较不一样。你假如打电话过来，我会讲说，不好意思，这个礼拜已经满了。那你什么时候有空？2个月以后。你这么自夸？老实讲，我现在排到9月底，10月还是要我1个月要固定一个教会弱小，台北的弱小教会1个月去1次。其他有这种主日的话会排，那我就去。刚才夏牧师我们知道他是澎湖七美的人，我曾经被派到澎湖去讲道，那个单位讲说，既然去了澎湖，给你坐飞机去，不可能说你只礼拜天讲完你就回来了，你要留在那边。我说干什么？因为下个礼拜再去一间，这个礼拜有5-6天呢，留在澎湖，叫我留在澎湖，然后礼拜4再坐船去七美。所以我派2间教会，这样子完成2个礼拜在澎湖。我刚才讲，除了本岛、外岛以外，我曾经在退休的那2年，2016、2017，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那么严重，2018才开始有疫情。2016、17 2年中间，我被派到马来西亚。因为那边规定说要退休的牧师，那刚好我退休，总会说我们要退休的牧师，因为一次去那边牧会要2个月，现在驻堂的牧师要请假2个月，只要去的话不要回来，你就留在那边好了啦，不可能那有人去那么久的，所以去2个月回来。休息一阵再去，一共2年，我去了3次，就是半年。所以今天代表公报社文字事工主日来请安报告，可不可以先放一下请安的影片？圣经上面记载，有一位摊子，他让4位好朋友扛来接近耶稣。耶稣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的确，耶稣是我们的至亲良友。台湾教会公报社长期以来，透过文字、透过刊物、透过出版品，也透过许许多多的文化创意商品，一直扮演着
能成为弟兄姐妹在心灵上得着安慰，在建造信仰最好的朋友。今年有一件大事，就是人工智慧有长足的增长，让大家感叹人力可能即将被取代。但是事实上，文字并没有消失。以台湾教会公报来说，各种优质的内容仍然是电脑无法取代的。在台湾教会公报出版130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有更好的进步。随着这个阅读环境的改变，所以教会公报在3712期即将全面的改成大字版，让读者能够有一个更舒适的阅读体验。教会公报更希望未来能够有改版甚至增版，包括我们的母语天地以及教会的各种新闻。感谢上主的同在，兄姐的支持，让教会公报在130多年来，在风雨中依然挺立为主发声。我对公报社会读到遐个社论，我特别会读，就会感觉因的看见哦，有当时我家己无看见，我会足感动。因为我遮老吼，要搁去倒读，拢对公报社的教会公报读到遐个生历家，也是讲遮个少年牧师咧写咧解说圣经、解说生历家的资料我嘛知影我是一个卑微的人。有罪的人总是伫上帝内面，我要成做一个好的牧师来见证上帝的话，拢无倒退，无灰心。我无论拄着枵餓，还是富足，我拢留恋；无论是食饱，还是枵，我拢总留恋。踮伫迄个赏赐配搭的上帝内面，伊逐项都拢会。这一次冬令营是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公报社他捐赠了30多40多本，那他们愿意全然的奉献，所以其实我是看到说这么有心，还有这些写作家，还有这些画图的这些绘本的，我相信他们也都是有那种无私的奉献，其实他们是很快乐。我是因为神爱我。神爱我们，而我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们。耶稣的命令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感谢主，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你们成为我们最好的支持，成为我们最好的朋友。在这里要再一次，除了谢谢大家以外，也要恳请大家继续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帮助我们在每一年超过5000万以上的事工经费。感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们的关心，愿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也愿上帝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我们通过周报里面有夹的一份，不管是奉献袋或是这些资料，每一个礼拜我们除了更新以外，刚才夏牧师讲说，我们的教会只有5份教会公报。老实讲，现在拿订阅报纸的人已经很少了。联合报是免费的，你给他要，他就寄给你了。但是其他的报纸的话，要订阅了。教会公报以前要订，现在不要，免费送给你。老实讲，下一期刚好是文字事工主日，里面有文字事工主日的3位退休的牧师，刚才影片上讲的汤牧师，还有一个是我们台南中会退休的洪文柔牧师，另外还有一篇就是我的文章，所以下个礼拜那5份教会公报要抢着要。因为老实讲，教会公报很少人在看。我上个礼拜去一个教会请安报告，也是文字事工主日，有一个会友说，牧师，我给你建议，那个报纸的字
太小。我知道，报纸的字足细字啦。但是我也看不大清楚啦，我都只是看上面的标题黑体字。黑体字的大字的啦，大字的看我就知影内容就写啥啦。所以我们这个时代，老实讲，眼花，或是年纪大，老花眼镜一下子拿下来，一下子戴上去，真的很不方便。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通过请安报告，还要说谢谢你们。大家会讲努力啦，多谢啦，你们关心文字事工，你们除了奉献带祷支持，老实讲，这个时代，刚才的影片上有讲 AI 的时代，这种智慧的时代，老实讲，很多事情不是文字可以表达，但是你没有文字不行。传福音，我们除了用口传，你还要有文字、事工、支持、祷告。今天的主题很好玩，因为刚才我们有念到约伯记。约伯记这个人物，在圣经这一卷，普通你读到约伯记，你第一个想法，他是好人呐。好，我们圣经上次讲义人呐，好人呐，义人呐，他是好人义人呐，敬畏上帝的啦，神所喜爱的。但是第一章，猪羊变色，他家里碰到你想都想不到的灾难，家破人亡，本身又生病毒瘤。这种身体的欠安痛苦，然后再加上3个好朋友，最后还有他的妻子，4个人轮流，白天晚上就一直给他讲：约伯，承认你的罪了，向上帝认罪。犹太人的观念，你有灾难，你受苦，就是你犯罪，你犯罪。所以，大家会讲无代无志啊，无缘无故啊，你就碰到这种灾难。谢谢我们的自然小组刚才唱的献诗，依然爱我。我们回想一下，这3、4年来，我们经过疫情，早上第一堂礼拜，我有问夏牧师，夏牧师说：“你台上可以把口罩拿下来。”我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戴口罩讲道很不方便。我曾经讲到一半，那个口罩我当场再换一个，因为你们已经都dam湿透了。因为你都知道，牧师讲话都很大声，会喷口水，所以第一排绝对没有人会坐了。而且我们很早教会都已经保持距离了，以测安全了。所以3、4年来，人与人之间，我们通过戴口罩，我们通过消毒，我们通过很多测试政策，我们配合，我们走过来了，我们走过来了。我在台北居住很久，台北早就因为国际化，因为这种整个经济要繁荣，所以要开放。现在出入进来绝对不会给你强迫说你要快筛，你要隔离几天，没有了，所以直接就进来了，也不要戴口罩。我请问一下，现在确诊的人，2条线确诊的人，要不要隔离？不要。所以不好意思哦，我讲这样哦，我没有坏意哦。
在座在你们的四周围，他确诊，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台湾人有一个习惯很好玩的，台湾话讲我都惊死啊，那台湾人都惊死啊。所以虽然跟你讲说不必戴口罩，这我们还是戴啊，因为什么？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啊。这样子的习惯下来，我们已经变成习惯。我有2个孙子，当他读国小，现在是小2，大的小3。我记得他疫情的时候还是幼稚园，他来戴口罩。有一天我给他讲，现在已经可以不要戴口罩了，自由了。那个孙子头抬起来，怀疑的眼光看我，然后问下一句我不会答。阿公，老师说不可以。你听有无？无阿公跟他阿公的啦，你讲的他不听啦。老师说不可以，所以戴口罩，真的现在的习惯，他们已经习惯了戴口罩，所以是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人生最普遍的经验就是苦难，苦难。刚才那个圣歌队在自然小组在唱的《依然爱我》里面，那个歌词写为什么会有苦难？真的不知道，怎么会有苦难？今天的主题，为何苦难会存在？为何？假如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或者我们的生活里面，我的第一个印象里面就讲说，怎么可能？我好人呢，我是对人很和善、很温柔呢，我什么事情是奉公守法呢？怎么会碰到这样苦难？为何义人也必须面对苦难？为何苦难会存在？有一本书很好玩，这本书叫做《当好人遇上坏事》（When Bad Things Happening to Good People）。当好人遇上坏事，不是当坏人遇上好事呢？真的，现在坏人都遇上好事了，好人都遇上坏事了。但是你想想看，当好人遇上坏事，你第一个怀疑，公理何在？为什么？你记得去年5月，在美国加州有一间华人的教会发生枪击案件，有一个儿子陪着母亲去做礼拜，然后遇到这种枪击，当场死亡。我们心里想，天理何在？一个孝顺的孩子带着妈妈去做礼拜，碰到这种灾难，当场死亡。因为当天讲到的一个张牧师，他本来在那边牧会很久，后来回到台湾来牧会，刚好去年疫情稍微舒缓，他有请假回到美国，美国的这个教会就通知所有曾经在那边教会的那些会友，说我们以前在这里牧会的张牧师要回来美国，所以请大家来跟他见面做礼拜，然后下午有一个聚餐。所以很多人很多会友就回到那个教会，为了跟张牧师见面。哪里想到那一天就是发生枪击案。
天理何在？早知道就是不知道啊，早知道谁敢去？早知道我也不要在场啊。所以有时候你会问一下，人生怎么会这样？台湾话有一句说：“无逐天在过年啦，没有每天在过年啦，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啦。”所以换言之，面对人生中不同形式的苦难，找不到生活意义的困境的时候，就像约伯，连上帝也好像不一样，不存在。我们都有这个经验。每次我碰到苦难、灾难、病痛、走投无路的时候，祷告上帝，上帝啊，你在哪里？上帝躲起来呢，上帝都不理我们呢，而且甚至我们会跟上帝讨价还价。大人会讲，上帝啊，你来较差不多了啊！我去教会那么久啊，我有敬拜呢，我有奉献呢，我有祷告呢。你在开条件的，你在跟上帝讨价还价。为什么不是他是我，而且每次都是我？这个才是每次都是我埋怨上帝，你在哪里？约伯的故事，请你们回去。约伯一共42章，第1章到42章。今天我很快就把42章全部讲完。你讲说啊，牧师啊，差不多了，你已经讲40分了呢。42章讲完就下午4点了呢。你放心好了，你回去自己读约伯记第1章到42章。但是这个在信仰过程的当中，你是怎样通过这个义人约伯来探讨人生？约伯记的故事是探讨人生信仰更深一层的意义跟最佳的那种题材。台湾有某个国立大学文学院指定学生要读约伯记，你会吓一跳了。指定学生要读约伯记，约伯记是圣经的一卷。那个学校那个文学院里面规定，一定要读约伯记，甚至要写报告，因为探讨人生，甚至会这种想到，怎么可能好人会碰到坏事情？我们经过失去亲友、意外的灾难、天灾人祸，像武汉肺炎 COVID-19， 甚至我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面会被冤枉。台湾话讲，冤枉无得讲。你见讲，大家拢话讲啊，我知啦，我们知道了，你受冤屈了，我未讲你哪知，就不跟你讲。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受冤屈，我们被误解，我们有挫折感，找不到生活意义，这种困境就如同约伯。约伯记第1章的话，你读完你就会讲说，那也衰啊，信耶稣，我那无代无志拄着安尼。所以约伯记的遭遇，你第1章读完你就讲说，怎么可能？哪里有这么好的人会碰到这种事情？好，当然继续读下去。所以在这里面你会看到，通过约伯记，你要去整理为何苦难会存在。第一点，约伯的心路历程，
回顾一下整本约伯记，我们今天从第13章切入。13章里面，刚才我们的周报里面的经文里面，它现在中文讲，这一切我亲眼见过，我也都亲耳听过，却都明白。请注意，这里有2个字：亲眼见过，亲耳听过。然后他写，我都明白。眼睛、耳朵是整本约伯记里面一直强调的听、看、听跟看。然后第2节更清楚约伯的回答：你们知道的，我也知道，我没有不及你的地方。台湾话更好玩。台湾话这句话可以翻译讲，我无较输你，我没有不及你们啦。你不要来给我讲说奉献啦，奉献我也比你强啦。你不要来给我讲说侍奉啦，侍奉我也有参加。你不要来给我讲说你有参加礼拜啦，我一年出席率还比你高啦。我没有不及你们，所以整本约伯记，他从第1章开始受难苦难，他自己不知道，然后发生这个事情。现在问题来了，我们今天从13章切入以后，就是约伯抗辩的正当性。我们碰到困难，会哀呗，会叫呗，我们绝对会叫，我们绝对会申诉，我们绝对会讲我没有啊，为什么？所以有几个重要的转折的地方。当我们人生碰到无法想象如约伯这种苦难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办？从心里向上帝发出疑问，再加上他妻子的埋怨，3位好朋友轮流来控诉他，苦不苦？苦上加苦。老实讲，你读约伯记一直读到37章的时候，前面都是这些3个朋友跟他的妻子跟他在辩，然后你会感到说，一个人怎么这种苦难，再加上外围来的攻击，约伯的心力如城。我们马上进去，回去你再详细念。现在马上跳过去，历经3个回合，第4章到14章，15章到21章，22章到31章，连续3次就经过这些朋友及妻子，一次再一次就给他的心路历程。整个态度就是：约伯，你不对呀，你向上帝认罪了，然后你就没有事情了，神就会赦免你了。然而，约伯很铁齿啊，铁记了，我就没有错啊，宣称自己是公义的。我们常常这样的，我们做父母的常常有孩子。现在可能孩子都不多了，我们那个时代、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比较多。假如兄弟姐妹打架玩 gay， 结果我们都骂谁？都骂大的，都不会骂小的。小的都装可怜呢，哥哥姐姐打我，只有一句话，爸爸就说了：“又是你！”我怎么又是你？你又没有看到？所以。人生我们常常在被误会，从小就被冤枉，所以基本态度，你看到这些人朋友来，约伯啊，你今天会碰到这样，就是这样。我早上第1堂我有讲，假如你的朋友、你的亲戚碰到这种苦境，
生病，我们去安慰他，去给他鼓励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无益哦，你就是信仰不够坚定啦，所以要祷告啦，所以要依靠主啦，你要常常祷告。我最怕的就是他用约伯记这一句话回你：我不较输你啦，我没有不及你啦，我眼睛看到的，我耳朵听到的，我都知道。请问你怎么办？约伯的心理路程经过了3个回合，到最后32章。完了，32章第1节，约伯坚持自己无辜，所以人家就不理他了。3个好朋友不理他了，不跟你讲话了，跟你讲也没有用了，没救啊啦。所以约伯的心理路程，我们常常人生就碰到这样。第2点。很好玩，整本圣经你到38章的时候，约伯记38章的时候，你才忽然想到，这个上帝现在才出来，上帝真的躲起来。约伯怎么祷告，怎么埋怨上帝？上帝你在哪里？不见，上帝不在。上帝的出现是38章到40章第一次从旋风中。大风中对约伯发言，他用责备和挑战的话开始，要约伯自己知道，你不是创造者，你是被造者，你是上帝造的，所以我们是管理、受托，我们是照上帝的形象所造。人要谦卑，承认无知有限。人不能一直讲人必胜天，人要赢过。我们牧会的时候，常常教会里面，我最怕一句话。教会里面有人讲，教会没有我不行。我听到这句话，我都会傻住，然后我会讲。教会没有上帝，没有耶稣，不行。第2句话，反正这个教会是校牧师在牧会，不是我在牧会。我会讲，教会没有你没有关系。教会没有你没有关系，你不能讲教会没有我不行。教会无我袂使，像我讲，教会无上帝袂使啦。教会无耶稣袂使，我们在这里变成俱乐部，变成一个社团。上帝有，上帝不在。上帝出现了，约伯记38章到40章，你注意，上帝终于出现了，从旋风之中跟约伯讲话对话。你知道啊，你不是在找我吗？我出来了。你记得创世纪，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的时候，有没有躲起来了？躲起来了，上帝出现了。亚当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亚当躲起来说没有。你为什么去吃我规定的不能吃的那个解肉后啊，我们要吃啊，不是说不能吃吗？嘿，亚当很厉害，亚当马上推给谁？哎，不是哦，他推给夏娃没有关系，他还加一句话：你所创造那个查某人，嘿，责任是谁？是上帝啊，很厉害，哎。你创造的夏娃给我，你记得亚当碰到夏娃第1句话讲什么？骨中之骨，肉中之肉。说我们在跟
新郎新娘证婚的时候，新郎拢做欢喜，你要不要？要，很大声。那新娘就比较小声，要，但是还是要啦。但是怎样？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我在婚姻辅导的时候，我曾经给这对新人讲说，这个是最好的情书。圣经里面写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不简单呢。但是你不要忘记了，当上帝出生在叫亚当的时候，亚当马上把他推什么？夏娃，你所创造的夏娃，跟我无关啊，都是他。他不要叫我吃，我也不会犯罪啊，是他自己犯罪。所以你是被造物，上帝要我们做管理、照顾，所以人是不足为道。你微不足道的时候，你要承认你的软弱。41章，上帝第二次出现。所以你在读约伯记很好玩，前面好像上帝不在，朋友跟妻子，约伯一直在抗辩，到最后，上帝终于出现了。38章开始，上帝出现；41章第二次，上帝又出现了，用自然界的动物来质询约伯。40章、41章，说明上帝的主权、能力创造。我请问一下，上帝较大还是你较大？上帝较大啦，但是人很好玩，都要胜过上帝，所以一直想要超越。所以这是人的本性。约伯记到最后42章，你从第1章到最后42章，终于42章1节到5节，这个是约伯的信仰告白。再一次他的信仰告白，你是活活的上帝。我以前是听到红线呢有一个上帝，现在我亲眼亲耳看到听到。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奇妙的转变，信仰的跳跃 ，leap of faith。信仰一定要跳跃，信仰一定要成长。信仰上的成长2个层面，就是听见跟看见。今天来到礼拜堂，我来敬拜上帝，我有听见神的话。今天我来礼拜堂，我侍奉，我有看见神的荣耀。通过我们开始礼拜的敬拜团，通过我们每次来这里的服事，我们都体验神的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听见、看见这种突破。然后，刚才我们讲，为什么从第13章开始？13章是一种很重要的层面。约伯有抗议啊，约伯有一直在变啊，就是在信仰学习上要成长。人的信仰一定要成长，但是基督徒的信仰常常在这里讲完，下楼梯走到大门口，忘记了。可能你今天还记得，你到楼梯，等一下出去，你问说今天郑牧师的讲道题目是什么？好像在讲到苦难。好，那我请问一下，上个礼拜夏牧师讲的题目知道的举手。没办法，那个什么那个跟你讲，你的校牧师因太太，迄牧师无准算哦。伊知影因先生顶礼拜讲的题目，迄无算哦。老实讲啦，我们自己上个礼拜讲什么题目，圣经节没有人知道了。你们的金句啊很好玩呢，是当月的金句。所以从上个礼拜开始哦，第1个礼拜，今天第2个礼拜哦，
7月份有5个礼拜啊，你们要背5次，5次到月底，我要问一下说，可不可以请说，知道这个月的京剧站起来，不管你用台语、华语，不能看周报，马上念出来。有奖，那我要努力有奖。所以信仰要成长，成长就是面对苦难与不可知的挑战。没有提出疑问抗辩，你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有限跟无知。信仰要无条件一直在成长。我们记得在读神学院的时候，读约伯记的时候，老师给我们讲，约伯记42章，你假如读第1章，然后直接跳最后一章42章，你知道头跟尾，中间叫做过程，中间叫做过程。可能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不知道，我们那一个时代很喜欢看武侠小说，现在应该没有了。以前那个时代，我们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不是1卷2卷，都是40卷、30卷，好多哦。没有那个美国时间一本一本在看的，所以都第1本看一下，中间抽一下，然后最后结论再看一下，有头有尾有巴肚，安尼就知了。圣经约伯记，拜托你绝对不能读第1章，跳到最后42章，中间这个过程一定要看。这种过程叫做成长。约伯有提出他的疑问，他的抗辩，然后我们怎么成长？在这种充满变化的时代，我们生活得很自在。若不是人生各种挑战跟种种苦难，我们很活在自己，很 easy 啊！我们在互相教会里面多好啊！这么广大的土地，上帝赐给我们啊，有教育馆，有这么好的设备啊，而且这种夏天来礼拜堂又有冷气吹啊，而且我们还会讲冷气不够凉啊，能够有条件。但是你想想看，安然自在啊，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没有理所当然，是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所以眼光要放在自己身上，像约伯，他过去常常把自己认为高高在上，我没有错啊，敬拜上帝啊，热心啊，奉献啊，祷告啊，无所不能啊，甚至我还是小组长啊，我还是长子啊，那又怎样？又怎样？有一天你到上帝那边，主啊主啊，我最怕说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护墙的呢，我管你是什么墙，护墙又怎样？对，你面对上帝的时候，你不要自以为意，沾沾自喜。通过文字事工，每一个礼拜我们周报里面有加更新新眼光。请问你更新那一张拿回去干什么？回去折垃圾袋，等你看看，折个垃圾袋，然后吃完东西就丢在那里，然后就丢掉了。拜托，刚才的请安报告写5000多万的预算呢。每次这样印出来的教会公报啊，新眼光啊，然后更新啊，这种文字事工的力量很大很大。所以，我们通过思考、建造新的眼光，学习再学习，真实与上帝相遇，信心提升，眼界被打开。学习约伯，对上帝有重新领悟。老实讲，你要承认你的不足，
刚才夏牧师有特别介绍说我是退休的牧师，我现在要做一个见证。上个月，我应该上个月，因为现在7月，5月21号是我的生日，刚好是满75岁生日。有一个单位请我那一天去讲道，我第一句话给那个单位讲：我生日呢，我生日。对方给我回答一句话：牧师，生日不要做礼拜吗？你看礼拜日嘛，我生日呢，所以他要派我去一个教会讲道。我第一个玩，我生日啊。他说：那生日可以不要做礼拜吗？所以你下个礼拜你没有来，牧师打电话给你，你不要讲说我生日啊，这牧师说可以不要做礼拜啊，拜托我没有这样讲啊。生日要做礼拜，好，然后我们的会友不来做礼拜，理由特别多。太热可以不要做礼拜，太冷也可以不要做礼拜。现在长老教会有一个统计，从我们线上礼拜以后，很多会友回不来啊。为什么回不来？线上礼拜好好哦，牧师看不到。我躺在沙发上喝啤酒做礼拜，你又怎样？真的不能怎样。最好的线上礼拜有一个好处，你奉献袋不会拿到我家来啊。真的啊，哪一个执事还拿到你家去收钱啊？长老教会线上礼拜恢复实体礼拜以后回不来了，2、3成的会友回不来了。习惯线上礼拜，所以我都会去问，请问你们还有线上礼拜？他说有，为了那些弱小的会友，较软弱的啦，那是都要给人做礼拜。所以我建议啦，不要每一个礼拜都给他线上礼拜，你给他慢慢讲。我们1个月有一次没有线上礼拜，请回来做礼拜，慢慢来啊。那一个很快很好，可以建议一下。像这个月有第5个礼拜，逢第5个礼拜没有线上礼拜，一定要回到教会做礼拜。那个只有3个月才1次啊，所以1年你至少要回来4次啊。所以慢慢来，我们要把它想办法给它回到教会来，重新思考线上礼拜跟我们现在的礼拜。结论来讲，约伯的一生确确实实是被上帝所称许的义人，第1章第8节。然而上帝是允许他受试探。你只要读第1章的时候，你会去发现约伯不知道起因是哪里，魔鬼跟上帝打赌。喂，你说约伯好人啊，义人啊，好敬畏上帝啊，好虔诚啊，说了一堆。上帝说：对啊，没错啊，好到不行啊。那魔鬼说：那我可不可以试探一下？可以啊，准许。所以今天的题目，为何苦难会存在？老实讲，是上帝允许魔鬼试探，所以魔鬼就开始试探约伯。然后我刚才会讲说，为什么要读到42章？42章约伯领悟了，最后的祝福是加倍，加倍。你看最后约伯记的最后那个祝福加倍，所以人生在信仰上，你碰到困难，你碰到上帝与你同在。42章第5节是约伯的信仰告白，
从前我听别人谈论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我亲眼看见你。以前是别人传给我，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我们在人生当中，你怎样去体会苦难是上帝允许？最后我们用耶稣的话，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我将这件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一定会胜过，因为神的允许容许我们碰到苦难。请我们低头祷告。慈悲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炎热的主日，我们仍然到主你的面前来敬拜赞美你。特别今天早上通过约伯记，我们知道苦难是上帝允许，我们也通过苦难更加在信仰成长。愿我们通过苦难更坚定我们的信仰。前面的道路你仍然保守带领。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感谢主，我们通过郑牧师给我们的勉励，让我们更加明白约伯他面对挑战，神按照怎么样来带领他。我们要唱一首回应诗，主你永远与我同在，那就有同工可以带着一起来唱，坐着唱哈。一起来。为难你到我心靠你，甚至你逼我度过。你先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信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者胜，我敬拜你。靠你丰盛应许来。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者胜，我敬拜你。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做一个代祷就来结束。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透过郑牧师给我们重要的属灵的讯息。虽然我们的人生不一定每一次都很顺利，但是当我们坚定我们的信仰，与神同行，我们就要看见你要更赐给我们更大的能力，去面对一切苦难的挑战，在苦难中来坚持神的恩典跟公义。
为主做美好的见证，赐给我们这样强大的力量，面对所有的一切。我们也为教会举行暑期的各项活动代祷，求你保守让我们所做的事工，无论是儿童，无论是青少年，还有许多研习的课程，都蒙神的恩典，都顺利，也能够得到造就。主，我们特别为病痛中的弟兄姐妹祷告，愿神的医治临到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不孤单。主耶稣的宝血赐下医治、怜悯跟保守。主啊，我们也为最近台南地区、东区、仁德区有流行的登革热，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有美好的措施来避免这些蚊虫的叮咬，让我们平安来度过这个夏季。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这个暑假有学生外出的旅游，或是到外地各方面的参访，也求你保守我们一切顺利平安。在炎热的夏季，大家有神的恩典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样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来奉献。好，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报告之前，我们一起来背这个月的金句啊。我们看周报的后面，这个月的金句，我们用华语来读2次。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好，我们一起再练一次。好，我们看周报的第2页，下个礼拜的服事的同工啊，主理是夏牧师啊，侍卫是第1堂是李宗杰执事代晚，第2堂是戴婉如执事。啊，第3页我们自己来看
我们看第4页本会消息，今日是总会所定的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欢迎退休的牧师、郑牧师受派来教会请安报告，我们呢用我们的掌声来谢谢郑牧师的辛劳。牧师请坐，也请弟兄姐妹一起来关心代祷公报社的事工，大家一起为这个事工来奉献。本会定于8月13号社教47周年举行圣礼典，要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办公室来索取报名表。第3点，第93届的中会秋季议会在7月13号，本会将派牧师及陈文族大义长老前往参加。第5点、第6点还有第7点，我们等一下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第9点，本会定于7月23召开小会。门徒培训的事工，我们请自己来看；还有牧区团契的消息，我们也自己来看。关怀代祷，我们常常为这代祷的事项来提名代祷。总中会消息，还有社区的消息，我们请自己来看。第7页、第8页是奉献的征信，请我们自己来看。如果有问题出入的，请我们跟我们的财务的部的同工来更正。我们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好，我们感谢主，今天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哈，我来做介绍。第一个是张旭阳弟兄在这边吗？张旭阳弟兄，欢迎你，欢迎你。我们有小礼物送给你。还有许佑成姐妹，在这里许玉成姐妹，欢迎你，在这边有小礼物送给你。感谢主，欢迎你们哦哈。我们有看到我们的生平兄的2公子金哲全家回来台南，我们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哈。还有没有新朋友来我们当中的？我们不要客气啊，那我们介绍一下，认识一下。OK，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牧师做简单的用投影片来做补充了哈。第一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要颁发那个我们的门徒学校的这个证书哈，我们请同工帮忙预备一下，也请这些名单的同工，我在补充报告完到前面来要领这个证书哈。我们当中有全勤的哈，另外还有呢就是已经上1半课程以上的，不过我们是鼓励说他不是为了得到这个证书要去做什么用途，是为了让你装备嘛哈。如果说你有哪一课刚好缺课，我们下一次能够再补课这样子。再来是有关我们一些领袖同工的研习刚好暑假有3个非常棒的一个研习课程。第一个是我们的长职小组长的我们内部的领袖课程哈。那我们期待说我们的长职啦，我们的小组长还有我们的侍奉团队，包括新就任长职、预备要被选为长职的，都来做研习。还有包括你参加过2期的门徒学校的弟兄姐妹来报名哈。那我们为了让大家能够时间比较方便，就用密集的8月6号下午礼拜天，8月13号我们的周年庆的下午2个时间哈请大家不要客气哈等于是一起参与研习学习，一起来服侍主哈请记得要参加的，我们跟我们也有传了我们的那个报名的表单给大家了哈，那我们也可以跟我们的干事来报名哈。第2个研习课程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下午由中会举办的传道部举办的一个门徒训练课程这个课程呢，我们已经有11位长职同工报名了，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弟兄姐妹同工愿意参加哈。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东门路我们的母会东门教会要办很近哈期待大家今天能够名单再送进来我们请大家各自我们在下个礼拜2点半到我们的东门教会参加研习。另外一个也跟我们的侍奉者很有关系哈。我们要在8月5号礼拜六
上午9点到12点在富强教会要举办一个心灵讲座，它是针对我们所有的侍奉者你只要有参加侍奉的，我们教会有2/3人参加侍奉了，2/3的会友无论是长老或是所有的同工，你如果想要得到一个心灵上的一个保养，怎么样克服沮丧啦、被误会啦、被攻击啦，这些都是我们会侍奉者面临到的，我们来参加就在我们教会而已，但是要登记名字这样才知道要为你预备那个讲义这个请欢迎大家。那还有一个报告就这个心灵保养的这个图卡还有一个报告就是我们东区跟仁德区哇，这个最近那个登革热蛮严重的请大家务必如果你比较怕蚊子的人呢，记得要户外的活动要涂防蚊液啦。那家里面真的因为有冷气，蚊子要来吹冷气到你家，所以真的要防蚊我听到我们那个我们松联团契的会长尹思源姐，她跟我讲，我吓一跳，原来仁德区不是高速公路那边的仁德区，仁德区就是在我们附近的都会公园我们的生产路在南边就是仁德区啦那边因为有都会公园，还有包括那个奇美博物馆那边有很多水最近听说那边感染的非常严重，有好几十位都同一个区域所以那边喷药喷得很严重期待大家不会碰到记得循道清刷把那个环境处理好才不会被感染到这请大家预备好好的保护。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长兴教会隔壁的仁德长兴教他们举办父亲节的皮带的义卖，上一次我们有贴那个图在办公室，我们如果有兴趣送给爸爸或是自己用男生的那些皮带非常的品质很好是皮带头是基督教的一个 logo欢迎大家去登记，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就准备要订货了只是帮助他们要募集这个70周年的事工经费好，那我们再回到上面来，要来颁发这个证书第二堂我们有沈玉熙、杜新梅王心怡、严嘉文、韩启智、严若雅、李美满、郭丁佳、王佩玉这个林玉群，哇，这些都是完成了我们的这个课程。我们到前面来好吗？我们请谢牧师拿来颁发好不好？到前面来。感谢主这些同工大家很热心来学习了很不简单。请谢牧师来颁发，我们再照一张相。来，谢牧师来，排一排。没关系叫到你名字，你叫你的名字，当然知道你是你的。好，我们一起起立，从最后一首歌，我们请郑牧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帮助，
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默祷闭会。楼下有午餐，天气好热，到外面吃很热，干脆到楼下吃了哈。我们请。